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體驗傳奇 K3 跨國鐵路線。我哋由中國出發，坐跨國列車穿越蒙古，再經陸地直入俄羅斯，一次性解鎖中蒙俄三國異域風情。中意慢旅行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。我哋沿百年萬里茶道築地，從伊連浩特出境，踏入蒙古大地。一路向北穿越蒙古高原，呢段係 K3 最精華路段，戈壁慢慢變成無際草原，蒙古包、牛羊、駿馬隨處可見，好似一幅流動嘅風光畫卷。去到蒙古烏蘭巴托，除咗打卡國會大廈、蘇赫巴托廣場，仲可以親身登上宏偉的成吉思汗巨型雕像，企喺馬背之上遠望茫茫無邊大草原。之後繼續深入俄羅斯，直達世界最深淡水湖貝加爾湖。我哋安排坐船暢遊貝加爾湖腹地，仲安排咗2次天然野溫泉，浸下溫泉放鬆身體。成個行程餐食超有儀式感，專程安排俄羅斯歡迎晚宴，仲有精彩表演睇。住宿超貼心啊，安排連住2晚貝加爾湖湖邊木屋。步行走得直達湖邊，欣賞超浪漫嘅日出。一趟旅程集齊三國風光、美食、溫泉同絕美湖景，絕對係一生必去的慢旅行體驗。想唔想搶先體驗呢場中蒙俄三國跨國之旅呢？快啲留言報名啦！